本節目為家長指引類別，部分內容涉及不當行為，敬請留意。殺食不准耍太極，降落山就是但綁定，靠大姐有彈力好勁，夾正身來照樣攞榮，擘大眼又望住生命，點樣驚險到死，乜都膽搏膽。各有排電掣，篤手指去玩。沙膽應該點控制？吉士相當矜貴，吉一即刻叫制，無法自制盡亢奮劑。膽汁應該點炮製？吉士好講聲勢，吉一諗起拜祭，連晚飯米仲見隻鬼。話鬼都會識敬禮，全部聽住我勉勵。能用塗改液，佔用人事部 budget， 用時夠實驗性就當做信用證。趁住人仲未攤直，抱住盤樹扮死翼，尷尬直最後領域，你別太易轉死性，絕活最忌冇反應。沙膽應該點控制？吉士相當矜貴，吉一即刻跳掣，無法自制盡亢奮劑。膽汁應該點炮製？吉士好講聲勢，吉一諗起拜祭，夜晚飯米仲見隻鬼。點樣驚險到死，乜都膽搏膽。搏到人氣喘，今晚玩到散，開心到死，心口揾兩餐，真包房護罩，粒水都要玩 ，Shake it through the night。沙膽應該點控制？吉士相當矜貴，吉一即刻跳掣，無法自制盡亢奮劑。膽汁應該點炮製？吉士好講聲勢，吉一諗起拜祭，連晚飯米仲見隻鬼。沙膽應該點控制？吉士必須複製，吉一即刻照肺，大夠徹底。膽汁應該點炮製？吉士二號心勢，吉一諗起夠細，沒有學費做我馬仔。話鬼都會識敬禮，全部聽住我勉勵。